来看到屏东人高树乡对莫拉克风采季节，本台水大块体的球波卡，让最近重建完善。我新年波卡到上街到罗东海，还有温水好夹界的地方，差不多还有1公里的溪口，冇啲波卡的保护。当地居民希望此河桥做得到两位开新年波卡，来见得到此河桥的完善呢。是造成高树乡严重水泛嘅罗农海，期間同羅農海同卓橋海交界嘅所在，並冇任何嘅護岸防護。當地嘅村民擔心呢個溪口假使本太水乾入去，規個高樹鄉路嘅本水浸嗆嗆。對六幾里嗰片嘅水太水下來，對個伊個車庫入來，唔免安尼生存所害，規下高樹鄉，規下19村最強水對入來。為了鄉民嘅身家安全，當地嘅村長去年是向行政院陳情，希望做得將一個防水嘅溪口補滿。最後經過7河橋嘅勘驗評估，決定推嘅就係一條800米嘅堤防。就是從匯流河到那個我們舊寮附件段的上游段，一共800公尺。7河橋表示，堤防工程嘅經費大約1億元左右。7河橋明年會先用緊急救護件進行施作，再對往後嘅年度提撥工程實施費用。總工程預算明年完工，本鄉民唔止在面臨水泛嘅受理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